歡迎收聽有聲專欄。今集嘅話題係從必先屠路到必先屠城，香港移英者嘅新選擇。必先屠路喺尖沙咀呢條短短嘅街道，連接梳士巴利道同埋北京道，名字取自英國城市 Bristol 嘅舊譯。今日多數中文媒體都寫做布里斯托，但係必先屠呢個譯名更合乎香港人口音，亦都更有詩意。如今越嚟越多移英港人選擇喺呢座城市落腳，必先屠唔再係街道上面嘅舊名，亦都成為咗一個充滿現實意義嘅新家園。必先屠位於英格蘭西南，屬於大必先屠都市區，人口已經超過80萬，城市規模適中，既有首都以外嘅繁榮，亦都保留咗中型城市嘅親切感。由倫敦 Paddington 搭大西部鐵路出發，最快1小時20分就可以抵達必先屠站。如果選擇 Bristol Parkway， 更加可以縮短去到1小時13分鐘添。地理上，佢處於 M4 同埋 M5 高速公路嘅交匯點，通去 Cardiff、Gloucester、Chatham 同埋 Exeter 都非常之方便，係英格蘭西南部嘅交通樞紐。呢座城市嘅可愛在於古今交錯，沿住艾文河，舊港倉變咗做畫廊同埋咖啡廳，街頭藝術同埋音樂節點綴其間。必先屠嘅創意產業同埋科技企業並肩成長，吸引咗唔少初創同埋媒體人才。生活節奏比倫敦慢，但係亦都不乏活力。對香港人嚟講，呢度就啱啱好啦，比倫敦實惠，比小鎮熱鬧，正好符合移居後想要嘅平衡。遊客眼中嘅必先屠亦都別有風景。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係城市地標，橫跨艾文峽谷，就好似一條鋼鐵長虹。旁邊嘅 Clifton Observatory 可以遠眺整個市區同埋河谷。市中心嘅 SS Great Britain 係世界上面第一艘用鐵製船身同埋螺旋槳推進嘅遠洋郵輪，而家就變咗做博物館啦，展示維多利亞時代嘅創新精神。北面嘅 Aerospace Bristol 航空博物館就收藏咗多架歷史名機，包括最後一架服役嘅 Concorde， 等人重溫呢座城市昔日嘅工程光榮。工黨政府近月公布嘅西創新走廊 West Innovation Arc 計劃，進一步確立必先屠作為區域增長引擎嘅地位。呢項發展涵蓋3個核心區域：Brabazon 新鎮、Bristol Parkway 交通樞紐以及 Bristol and Bath Science Park。三地組成橫跨住房、交通同埋高科技產業嘅創新走廊，並且以 YTL Arena 作為文化地標。呢座由舊飛機機庫改建嘅巨型場館，將來可以容納2萬人，預期帶動音樂展覽同埋旅遊產業。整體計劃將創造超過3萬個職位，為西南英格蘭注入新動力。交通建設亦都同步推進。MetroWest 第2期工程將新增 Northallerton 同埋 Hanbury 車站，改善北部與市中心嘅連接。同時，地方政府同埋西英格蘭聯合區正係研究發展輕軌系統，為必先屠建立現代化低碳嘅大眾運輸網絡。如果能夠順利落實，將顯著改善城市通勤，推動地區一體化。不過發展總係有代價嘅，新市鎮同埋基建推高咗房價同埋租金，工地林立，交通擠塞，生活成本節節上升。對於早一步進駐嘅香港人，或者意味住資產升值；對於後來者，就係適應力同埋負擔並存。必先屠正係喺度重建，亦都正在試煉，便利同埋舒適仍需要時間兌現。必先屠路喺香港只係街角嘅舊名，而必先屠城喺英國就係一座正在誕生嘅新都會。佢嘅故事就真係好似好多嚟咗英國嘅香港人嘅人生啦。
從熟悉地方出發，走進未知，從舊日嘅印象揾到新嘅意義。對於尋求安身同埋發展之地嘅香港人，壁仙圖或者唔係終點，但係佢淨係成為一條通往未來嘅道路。